有一種痛苦，係連最先進嘅醫學儀器都照唔到出嚟嘅。佢可能表現為一場醫唔好嘅皮膚病，一段長期無法釋懷嘅沉默，甚至係對人生徹底嘅麻木。歡迎嚟到拿鐵閱讀室。今日我想同大家精讀嘅呢本書係《早安，我心中的怪物》。作者 Catherine Gilner 唔係普通嘅心理醫生，佢入行之前曾經係一個專業編劇。正正因為呢種背景，令佢喺面對病人嗰陣，唔單止係睇病，仲係喺度拆解緊一個又一個被錯寫嘅人生劇本。喺佢幾十年嘅執業生涯入面，由幾千個案例裏面精選咗5個最令佢震撼嘅 case。呢5個人，佢哋每個人心底都住咗一隻由童年創傷餵養大嘅怪物。呢啲怪物有啲令佢哋可以忍受痛楚，有啲令佢哋徹底失聲，有啲甚至將佢哋嘅人格切成碎片。佢執業第一日，第一個病人就係26歲嘅勞拉。因為佢嘅疱疹醫極都醫唔好，醫生覺得係心理病，所以就轉介佢俾作者。佢入到診症室，完全唔想講廢話，只叫作者快啲搞掂佢呢個病。身為心理醫生，面談咗冇幾耐，已經知道勞拉嘅病其實係身體代佢發出嘅哀鳴。佢嘅童年真係唔敢想象有幾慘。8歲嗰年，媽媽因病去世，屋企即刻冧咗。爸爸成日飲酒，欠人周身債，最後竟然以買煙為借口，一去不返，剩低佢同2個細佬妹。當時佢先至8歲，本來應該係撒嬌、玩泥沙、無憂無慮嘅年紀，但就要被逼做家長。為咗生存落去，佢帶住細佬妹搬去一間偏僻嘅木屋，靠住爸爸留低嘅舊餐車做生意。朝早天未光就起身整嘢食，夜晚仲要做埋所有家務。冬天嘅時候，木屋入面只有一個細細嘅暖爐，3兄妹黐埋一齊取暖，好凍又好驚。但勞拉從來唔敢喊，因為佢知道自己一喊，細佬妹就冇晒依靠啦。爸爸以前成日讚佢係得力助手，但呢句讚美根本係將佢推向過度負責嘅深淵，亦都埋下咗佢一生對被拋棄嘅恐懼。佢好怕自己做得唔夠好，身邊嘅人就會再次離開佢。勞拉嘅一生遇到3個衰人，每一個都精準踩中佢嘅要害，將佢逼入絕境。第一個衰人就係佢走佬嘅爸爸。呢個爸爸唔單止唔負責任，仲將自己嘅無能轉嫁俾個女。屋企有債主上門追數，佢就喺廁所唔敢出嚟，要勞拉一個細路女去應付。明明係自己唔想承擔家庭責任，但就令勞拉覺得我要做得更好，爸爸先會返嚟。佢嘅缺席令到勞拉早早養成要包底嘅習慣，覺得只有我搞掂一切，先至唔會被人拋棄。第2個衰人係佢職場無能嘅極品上司克萊頓，透過精神操控，即係通過貶低你、無視你嘅需求，令你覺得自己冇用，而達到壓榨你嘅目的。克萊頓每日返工遲到，仲要同個秘書食 lunch， 一食就2個鐘，但5點就一定準時收工走人。所有工作都俾晒俾勞拉，要佢一個人做自己嘅嘢之外，仲要做埋上司嗰份，日日做到3更半夜。呢種長期壓榨令勞拉嘅壓力越積越深，日間要應付超負荷工作，夜晚仲要承受精神煎熬。佢甚至覺得如果我唔做，公司就會亂，我就會被炒。呢種我一定要包底嘅想法，完全係細個時照顧細佬妹、應付債主嘅翻版。上司嘅自私同漠視進一步加深咗佢覺得我嘅時間同勞力根本唔值錢，連爭取合理待遇都唔敢。但最賤嘅係第3個男人，佢男友艾德。艾德唔止傳染疱疹俾勞拉，最過分嘅係當勞拉全身出晒疹，
痛到行唔到嗰陣，艾德唔單止冇倒過一杯水俾佢，反而仲偷走晒勞拉啲藥。心情唔好嗰陣，仲會對勞拉喐手喐腳。一般人會問，咁樣都忍到？但對勞拉嚟講，呢種痛同佢8歲嗰陣喺木屋嗰種恐懼相比，簡直係小巫見大巫。佢嘅痛覺一早喺細個嗰陣就已經俾人訓練到冇晒。呢種咩都攬晒上身嘅習慣，就係佢細個為咗保護自己而生出嚟嘅怪物。呢隻怪物喺木屋救咗佢一命，但20年後，呢隻怪物變咗一個沉重嘅枷鎖。治療室入面嘅對話最終要變成現實中嘅大掃除。勞拉發現佢喺職場上一直扮演緊拯救者，佢上司克萊頓只要一聲令下，勞拉就會默默孭起晒所有嘢。事情嘅轉捩點係勞拉決定打破模式，首先喺心理上劃清界線。作者幫佢睇清楚，佢去幫個上司包底，只係細個生存模式嘅延續。意識到呢點之後，勞拉喺心入面拒絕再做救世主。當克萊頓再次將額外嘅工作俾佢嗰陣，勞拉第一次選擇沉默或者直接拒絕。佢將精力集中返喺自己嘅職責，唔再幫老細嘅失職包底埋尾。最後克萊頓因為做唔到嘢，人工高但產能低，最後被公司炒咗。反而勞拉因為表現好，直接升埋職坐咗上司個位。透過心理劃線，直接拒絕，結果兌現呢3步，勞拉唔單止擺脫咗心理枷鎖，仲為自己贏得咗尊重同晉升。佢證明咗，當你咁守住自己條底線，世界反而會企喺你嗰邊。處理完職場，接住落嚟係最痛嘅愛情。作者點醒咗佢，一個真正愛你嘅人唔會喺你傷口上面撒鹽。勞拉終於睇穿咗艾德只係一個掠奪者，佢唔再幫艾德揾藉口，唔再諗住去救佢，佢果斷分手，踢走呢個衰人。神奇嘅係，當佢唔再分心力俾呢啲吸血鬼，佢身上嗰啲醫極都唔好嘅疱疹，竟然真係隨住壓力嘅釋放，慢慢減少復發嘅次數。勞拉最終嘅救贖唔係一下子變到好完美，而係學識點樣同唔完美共處。喺一場感恩節晚餐度，佢邀請咗男友史蒂夫嘅家人，同自己嗰班問題家人一齊食飯。爸爸依然喺度飲醉酒，細佬妹依然大把問題。但嗰晚，勞拉冇再衝出嚟救火，亦冇覺得丟架。佢接受咗爸爸係點樣嘅人，唔再定義佢係一個點樣嘅人。佢終於揾返自己嘅價值，唔再需要靠犧牲自己嚟換取認同。勞拉最終同穩重嘅史蒂夫訂咗婚。婚後，佢依然會寫信俾醫生，分享佢點樣好似佢最崇拜嘅波特上教咁，堅韌又平靜咁經營自己嘅事業同婚姻。佢明白咗，真正嘅修復唔係抹走過去，而係在新嘅關係裏面，等過去嘅經歷成為力量，而唔係枷鎖。勞拉面對嘅係身邊人嘅抽水，咁另一位病人丹尼面對嘅，直情係一場要滅咗佢成個族群嘅靈魂。丹尼原本係一個喺大草原自由生活嘅原住民細路，每日幫姐姐曬獸皮，跟爸爸巡視捕捉獵物嘅陷阱，幾咁無憂無慮。但喺1973年，佢啱啱5歲嗰陣，政府夾硬帶走咗佢，要同父母分離。當佢送到間冷冰冰嘅寄宿學校，神父第一件事做嘅，竟然係剪咗佢條長辮。呢一剪就剪斷佢同族群嘅聯繫。另外，佢連自己個名都冇埋，只有一個冰冷嘅編號78號。喺嗰個恐怖嘅寄宿學校，係禁止講佢哋嘅克里語，只准講英文。丹尼第一次見到姐姐，本能想用自己土語講句心底話，結果點？神父立即衝過去痛打佢。
由嗰日開始，恐懼刻入骨髓，佢已經再冇講，最後直頭係唔識講克里語。到1986年，18歲嘅丹尼終於可以離開學校。點知一入屋，迎接佢嘅係一個一早爛晒嘅屋企，父母成日飲醉，家不成家。不過同身邊好多沉迷酒精嘅族人唔同，丹尼滴酒不沾，但佢選擇咗另一種極端方式去逃避，成為長途卡車司機，用無止境嘅機械式奔波，每日喺深夜公路狂奔，瘋狂咁去填補內心嗰個黑洞。當佢太太同4歲個女意外過身之後，丹尼竟然展現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嘅麻木。喺葬禮嘅第二日，佢好似乜事都冇發生過咁，照常返去開工揸車。大家聽落係咪覺得佢好冷血？其實佢唔係唔傷心，而係佢嘅情感一早喺5歲俾人剪咗條辮嗰年就被徹底冰封咗。佢成個人就好似一部行緊嘅冇感情嘅機器，嗰啲講唔出口嘅情緒同母語，全部卡死晒喺喉嚨度，無法宣洩。作者喺醫治嘅過程發現，用一般西方嗰套白人心理治療，對丹尼呢種原住民創傷，直情係搔不到癢處。於是佢哋展開咗一場長達幾年、極具耐性嘅解凍實驗。首先，醫生完全冇逼丹尼開口講嘢，而係用咗足足大半年時間去建立安全感，將主導權完全交翻俾丹尼。第二步就係文化連接，醫生主動去學原住民嘅文化，跟住帶丹尼參加最傳統嘅圍圈分享會，進行煙燻淨化同埋煙斗儀式，等佢可以聯繫翻自己嘅民族，即係揾翻自己嘅根。奇蹟就係咁樣發生。當丹尼重新學習克里語，重新着翻自己民族服飾嘅一刻，佢內心層冰就開始融化。隨住信任嘅建立，嗰啲卡喺喉嚨度足足幾十年嘅情緒，好似火山爆發一樣湧晒出嚟。呢個頂天立地嘅大男人喺作者面前喊到好似當年5歲嘅細路一樣。佢終於敢去面對過去無法直視嘅悲痛同憤怒。當整個治療完成之後，丹尼成個人直情好似脫胎換骨咁。透過照顧動物，佢重新揾返被需要同埋可以去愛嘅能力。佢由一個俾人剪咗條辮同滅聲嘅受害者，變返做一個可以守護族群文化嘅超級強者。可惜丹尼50幾歲嗰年，佢患上咗末期喉癌，而呢個病好可能係因為佢嗰啲長年累月講唔出口嘅心事，最終喺喉嚨入面變成咗病灶。不過，丹尼嘅喪禮出現咗一個震撼嘅畫面，幾百名原住民身穿最高規格嘅禮服，用全族最響亮、震撼大地嘅鼓聲同歌謠，去送呢位族群文化守護者最後一程。我哋成日以為受傷之後保持沉默、扮冇事係一種保護，但原來呢種唔識表達嘅痛，係會喺身體入面慢慢破壞，甚至吞噬你嘅生命。丹尼心入面一直養住一隻叫沉默嘅怪獸。當年佢得5歲，面對咁恐怖嘅世界，怪獸用冰封佢情感嘅方式，幫佢頂住咗幾十年嘅傷害。呢個係怪獸保護佢嘅唯一方法。但去到最後，丹尼終於有勇氣去揾翻自己嘅真實情感。當佢可以親口將啲痛講出嚟嗰陣，佢就等於同隻怪獸講：辛苦晒，我而家大個仔啦，我唔使你再用呢種方式去保護我。丹尼雖然冇一個完美嘅人生，但佢走之前，終於可以過啲內心安寧，而且有真實感受嘅生活。講完丹尼俾佢嘅國家滅聲，另一個主角彼得就係被自己嘅親生父母親手培養咗怪物，喺佢度。彼得出生喺一個華裔移民家庭，佢啱啱2歲開始，佢媽媽為咗方便喺餐廳做嘢，竟然將佢獨自鎖喺餐廳嘅黑蚊蚊閣樓入面，一鎖就係成日，冇人同佢講嘢，冇人抱佢。
大家諗下，一個2歲嘅細路，世界只得4面牆，幾咁慘。而佢嗰幾年唯一嘅朋友就只有一架細細嘅玩具鋼琴。因為徹底錯過咗學講嘢同埋同人相處嘅黃金期，彼得大個咗之後，表面上係個非常專業嘅琴手，但佢個靈魂其實由始至終都縮喺嗰個黑暗嘅閣樓入面。佢無法表達情緒，甚至生理上出現咗嚴重嘅陽痿同埋人格解體，成個人好似抽離咗咁。同時，佢喺樂隊做咗足足16年，竟然一直都唔知拍檔，成日私吞咗佢啲錢。點解可以咁盲目呢？因為佢心入面一直養住一隻由細到大陪住佢嘅自卑怪獸。呢隻怪獸每日都喺佢耳邊催眠佢，同佢講：你唔配擁有屬於自己嘅嘢，你生出嚟就係個負擔。時光倒流返去彼得細個返幼稚園嗰陣，簡直係一場災難。佢唔識講中文，亦唔識講英文，驚到成日喺課室賴尿。每當佢覺得無助嗰陣，佢就會好似一隻受驚嘅小動物咁，偷偷地匿喺鋼琴底。對佢嚟講，只有嗰個暗角同鋼琴只係最安全嘅。作者發現彼得嘅問題根本唔係因為佢冇用，而係因為佢2歲到5歲嗰段最需要營養、最需要愛嘅黃金時間，被佢父母徹底忽視咗。佢大個咗，外表睇落去幾咁專業都好，內心其實好空虛。佢對親密關係特別抗拒，甚至連同人眼神對望都唔敢。到底要點樣先可以幫呢個徹底破碎嘅靈魂進行重建呢？第一步，命名虐待。以前彼得好盲目，成日幫父母揾藉口，話佢哋咁做只係因為太忙同埋要揾食。但醫生一針見血，逼佢正視呢種長期嘅精神隔離，全名就叫虐待。當彼得喺治療室第一次痛哭，第一次夠膽直視醫生，大叫一聲：我受夠啦！嗰個鎖咗佢足足幾十年嘅心鎖，先至正式被爆開。治療嘅第2步就係借音樂解凍。當佢積壓嘅憤怒宣洩咗出嚟之後，彼得發現，當佢再次彈琴嗰陣，琴聲旋律竟然開始充滿色彩同埋深度。無耐之後，佢夢見自己竟然揸住一架大巴士。呢個夢話俾佢聽，佢終於搶返自己人生嘅軚盤。有咗力量之後，佢識得建立起強烈嘅邊界。佢終於有勇氣正面出擊，一腳踢走嗰個吞咗佢16年前嘅樂隊拍檔。佢第一次發現，原來當自己敢去爭取、敢去反抗嘅時候，佢唔單止贏返應得嘅金錢，仲贏返失蹤咗幾十年嘅音樂尊嚴。最後，彼得終於可以帶住成身嘅傷疤，真正行出嗰個陰暗嘅閣樓。佢開始同女朋友阿曼達同居，甚至學識咗點樣去照顧、去愛護細路。最令人感動嘅係，彼得以前喺舞台上永遠只係一個冇人留意嘅佈景板，但而家佢竟然會好自信咁行去個舞台前面，為女朋友獻唱，表演完之後仲可以好大聲、好驕傲咁為自己嘅音樂鼓掌。其實係彼得心入面嗰隻叫自卑嘅怪獸，當年之所以鎖住佢，要佢做個隱形人，係因為隻怪獸以為只要彼得唔爭、唔嘈、唔惹人注意，就唔會被父母拋棄。呢個係怪獸當年唯一識得保護佢嘅原始手段。但到今日，彼得最終揾返真實嘅自己。佢彈奏住震撼人心嘅樂章，等於同怪獸講：唔該晒你，但我而家已經有能力保護自己，我唔使你再幫我啦。最後嚟到早安，我心中的怪物，入面壓軸亦係最令人心痛嘅一個故事。表面上，馬德琳係個不折不扣嘅人生勝利組，住豪宅，出入頂級上流社會，大個咗仲係紐約一個好成功嘅女強人。
但冇人知佢內心一早被佢生母折磨到千瘡百孔，甚至患上嚴重嘅驚恐症同幽閉恐懼，連私人飛機都坐唔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每朝一早你親生媽咪對你講嘅第一句話唔係早晨乖女，而係好厭氣咁同你講早晨怪物，你會有咩感覺？呢個唔係驚慄片嘅橋段，而係頂級富二代馬德琳活生生嘅童年日常。好多人都以為有錢人嘅創傷頂多係冇時間陪，但馬德琳面對嘅係一個徹頭徹尾具有自私同虐待傾向嘅變態媽咪。喺媽咪眼中，馬德琳只係一個玩具，一個眼中釘。媽咪對佢進行極端嘅精神虐待同羞辱，稍為唔順心就唔俾佢食飯。有次馬德琳實在太餓，偷偷地食零食，媽咪撞破之後，竟然陰陽怪氣咁笑佢係偷食嘅怪物。而佢嗰個富豪爸爸呢，因為太驚個老婆，淨係識得袖手旁觀，完全冇力，亦唔敢保護個女。喺呢種長期被貶低、被否定嘅環境下長大，馬德琳入晒腦，真係以為自己係個唔配被愛嘅怪物。佢唯一學到嘅生存機制就係我要做到絕對完美。佢瘋狂工作，一年四季都踩到盡，就算病到死下都唔敢休息，因為佢心入面嗰隻怪物話佢知，你一停落嚟，一唔完美，就會被呢個世界狠狠拋棄。馬德琳之所以去睇心理醫生，係因為佢嘅驚恐症已經嚴重到就快會摧毀佢親手建立嘅公司。作者發現，醫治馬德琳等於要同一個幾十年嘅深層洗腦工程對抗。治療嘅第一步係醫生幫佢劃清界線。醫生話佢知，真正嘅怪物從來唔係馬德琳，而係佢嗰個冇能力去愛、純粹宣洩惡意嘅媽媽。第二步，處理減壓症。馬德琳大個咗之後，媽媽同繼母依然換個方式去吸佢血，折磨佢。每一次同屋企人接觸，馬德琳就好似潛水員，由深海突然升上水面咁，會產生嚴重嘅減壓症式心理崩潰。醫生教佢學識心理斷聯，徹底切除同生母嘅毒性連結，接受自己嘅不完美。馬德琳終於明白，9歲嗰陣被虐待嘅自己已經盡咗全力。佢唔需要再用瘋狂工作、不顧身體嚟去證明自己嘅價值。最後，馬德琳成功打贏咗心入面嗰隻叫羞恥嘅怪物。雖然佢依然會驚被遺棄，依然會戒備，但佢已經學識咗主動離開一段危險嘅關係。佢開始學識信任伴侶，學識享受旅行，甚至學識咗深夜食雪糕呢種簡單嘅快樂。佢知道只要放過自己，唔再追求病態嘅完美，生活係可以由自己掌握。今集分享咗5個英雄打敗怪物嘅故事，由被掠奪嘅勞拉、被滅聲嘅丹尼到被詛咒嘅馬德琳。佢哋每個人都曾經為咗生存而喺心入面養咗隻怪物，但最後佢哋發現真正嘅療愈唔係要殺死呢隻怪物，而係學識點樣帶住傷痕重新攞返生命嘅主導權。如果你都有隻怪物喺心深處，希望今集嘅分享可以俾到你一啲力量同佢對抗。多謝收睇拿鐵閱讀室，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哋。你嘅支持係我繼續分享好書嘅動力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